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早起咱要吟的诗，咱来练习。有两首，第一首第9首，万有三甲自执欢喜。咱请老师给咱先弹一摆。第一站，万有三甲自执欢喜。
就是上帝圣所称赞伊，就是显出伊权能的强壮而乐伊，就因为伊大权能的作为称赞伊，就因为伊的至尊至大而乐伊，所有喘气的拢就称赞上主，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大家来吟诗阿拉上帝，圣诗第9首，万有三甲自极欢喜。自极欢喜，阿拉上帝赐下音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亲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角万民，阿拉天被因光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日头出现大光我天，日落日出来接阿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天齐心隆重欢喜，天的小家为当圣经，阿拉的被因刚兄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水清清地地老来，一模样亮那个可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邦长恒一尽其罪，修行爱罪和弥归队，阿拉的被因刚兄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安念世间虽无欢乐，实在荣耀无处当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三家当心当听，好在兄弟因我不听，阿拉的被因更兄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咱由咱起来，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你就尽心、尽性、尽意听取你的上帝。这个间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就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有化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就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大家来交托启文，启文第56篇，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我来去请兄姐做起来吟。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
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个接纳伊个，就是信伊个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族裔。都真侪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同心阿头来祈祷，至关荣耀的天父上帝，请同慈悲的主耶稣基督，真理保惠师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阮敬拜阿罗你。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你知阮的卑微甲软弱，也知阮的欠缺甲需要。你省察阮的举止甲言行，也深知阮的心思甲意念。感谢你带领保守阮一礼拜平安经过，恳求你因着你的慈爱赦免阮的亏欠，因着你的信实加你的保护加减阮的罪孽。恳求你用施恩的双手，将阮的罪一尽洗除。主啊，感谢你组织兄弟姊妹来到你的圣殿，你敬拜。恳求你伫教会中做王掌权，赐予阮刚强甲德性。除去一切不安、失望甲灰心，赐予阮平安、信心甲力量。主啊，只是恳求你将你的话赐予阮，予阮更较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你借你的话改变阮，予阮拢通下你的心欢喜。恳求你，予阮将你的话藏伫心里，诚做阮生活的准则，免得阮得罪你。感谢落你的恩典，愿安尼同心合意。感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我与你听我语，主听我祈祷，主听。赞美，当然小组四定唱，要用真正一知我是上帝，带领来敬拜。
用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希伯来书第2章，咱要对第10节读到第18节。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安尼讲：迄位创造搁维持万有的上帝，要为着要带真侪囝儿进入阳光，则着互拯救的开拓者耶稣经过苦难，成做完全。事实，互人真成的，甲得着真成的，拢对共一个源头出。因为安尼，耶稣称呼因做兄弟姊妹，也无感觉见笑。伊对上帝讲：我要对我的兄弟甲姊妹报扬你的名，伫因的聚会中吟诗学乐你。伊阁讲：我要信靠伊，也讲看咧，我甲上帝赐互我的囝儿拢伫遮。既然这个囝儿是有血有肉的人，伊本身嘛甲因相款，诚做有血有肉的人，通过伊的死毁灭迄个掌权死亡的魔鬼，佮偷放遐个因为死亡的惊吓一生做奴才的人。当然，伊得关心的毋是天使，是亚伯拉罕的子孙。14节，所以伊伫各方面就甲伊的兄弟姊妹共款，通伫上帝的面前做仁慈忠信的大祭司，通互正人的罪得着赦免。18节，因为伊家己有受苦、受考验，伊会当帮赞遐个受试探的人。18节也是咱今仔的本周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摆。因为伊家己有受苦、受考验，伊会当帮赞遐个受试探的人。伊别来书2章18节，搁一摆。因为伊家己有受苦、受考验，伊会当帮赞遐个受试探的人。伊别来书2章18节，讲到今日王光团导师要向咱宣讲的信息是甲万同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今仔日会当同齐伫遮恁敬拜甲分享。这是一个真大的恩典，愿咱会当大概拢会当了解即份恩典是偌尔啊大。搁过3天，咱的2025年就要结束啊！伫前往一个新的一冬的时，咱也要做伙思考一个问题：咱的生命还搁持续上帝来靠近吗？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要帮助咱思考这个问题。希伯来书主要是写予一群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基督的群体。这群基督徒因伫当时面对着政府的压迫，以及信仰团体的压迫，伫这双方面的压迫中间，因的心内有真大的压力。迄个时阵，罗马政府因统治犹太教是受政府应允会用合法的宗教团体。犹太教有地权，因免敬拜罗马皇帝，会用合法举行因的宗教仪式。但是基督教伫迄个时阵，受人看做是非法的。犹太教的犹太人，甚至会认为基督教的人是异端。因为犹太教并无相信耶稣就是迄个救主基督。伫安尼的处境内面，可能伫早期的台湾的基督徒会当明白安尼的压力是有偌大。迄是因为信仰来失去自由，还是因为信仰来失去生命的压力？伫当时，即群基督徒的群体，因的惊吓。以及受到家己本族的人的排斥，心中会出现一个念头，可能是放弃，搁行这条路，还是回头，转去做同款是咧犹太教内面的群体，甲因做伙受传统就好啊。安尼压力，互因有开始这个想法，因为若是转去迄个身份。遮恁所有的代志，因就免面对啊，敢毋是？当咱对希伯来书的背景，
有一定的了解了，咱会更加清楚知影，上帝启示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要讲的，是要怎样来帮助基督教的团体，要安怎来劝勉甲帮助咱。当压力、困难、试探不断的出现的时，人心内有一个本性，会希望讲吼，这一切拢会当停止，拢会当被解决，拢会当离开咱。但作者无讲，要怎样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啊？却是要带人来看，伫今仔日咱的经节中间所讲的，迄位创造佮维持万物的上帝，为着要带真侪囝儿进入阴间，才着互拯救的开拓者耶稣，经过苦难，成做完全啊！对这段话，咱会当明白，上帝是超越一切的存在。安尼的存在，却是有够疼人人类的。伫伊的计划内面，伊互伊的独生囝耶稣，成做咱的拯救者。这个拯救者，伊所行的路，是行死亡的道路。这个拯救者的计划，是互耶稣伫受苦定死来完成。明白耶稣基督所经验到的苦难，要帮助咱去明白到咱所军队甲相信的神。毋是无理解咱，毋是徛伫悬悬要求咱，当咱做袂到的时阵，就甲咱听话。咱的神是当咱面对苦难的时，伊甲咱同行，甚至伊本身嘛到伫即个所在来了解人所面对的一切。拯救的计划无停止伫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迄个时阵。拯救的计划是不断在进行的。作者煞接讲，事实，互人成圣，会甲得到成圣的，拢对同一个源头出。因为安尼，耶稣称呼因做兄弟姊妹，伊无感觉见笑。既然这个囝儿拢有血有肉的人，伊本身嘛甲因相款，成做有血有肉的人。通过伊的死毁灭迄个掌管死亡的魔鬼，佮解放遐个因为死亡的惊吓，一生做奴才的人。无人介意死亡啊，嘛无人会当真正面对死亡无惊吓，因为人的本性都是会非常惊失去物件，咱会想要夺闪失去的即个物件。任何失去拢会带来痛苦，就算咱伫别人的面前啊，会当感觉真坦然接受，但事实上，当你一个人孤单去思考死亡的事，惊吓永远伫心内会出现。但上帝伟大的计划，却是用这个死亡来改变人所惊吓一切。耶稣的死带来三项代志的改变。第一项，咱因为耶稣的死得到洗净；第二，咱接着耶稣的受苦甲死亡，甲主成做一家人；咱彼此嘛成做一家人。第三，耶稣的死改变人对死亡的定义啊！死亡毋是一个结束的故事的结束啊，死亡却是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作者透过这个内容，要帮助当时迄群基督教的群体，互因有能力去面对因所经历的苦难。因的苦难是政府甲家己本族的人互因的。安尼对咱来讲呢，伫咱这个时代，咱所面对着的苦难会是啥物？苦难，伫伊的原文的意思是拄着不幸、灾难、苦楚。咱每一个人
伫无共款的生活阶段中间，一定拢有无共款的苦难。做学生有学生的苦难，做工作者有工作者的，做家长有家长的，退休嘛有退休的苦难。咱伫无共款的苦难中，拢会感觉到真大的压力。可能伫别人看起来是真简单，两句仔话就能解决的代志，但是伫咱心中可能无法得到透放。咱当去看家己做学生的时阵，是毋是讲读册是上快乐的时阵？但是对这学生来讲，因无感觉到快乐，这就是无共款阶段会看到的代志。咱袂当讲因的苦难是无重要，咱嘛无法当讲家己的苦难是真简单。有时甚至会拄着无伫咱所了解到、所把握的代志突然发生，有可能是破病，有可能是车祸，有可能是咱甲人的关系破坏。有可能是咱突然间爱面对着死亡，有可能是咱所疼的人离开，有可能是咱的身体甲咱讲，可能时间要到啊。有真侪代志会成做咱的不幸、灾难甲苦楚啊。咱会想讲，咱甲当时的基督徒所面对的苦难无共，但事实上咱爱感谢。其实是伫即摆台湾才毋免面对着受着政府的压力，敢毋是？但是伊无共款的苦难内面，咱拢要甲咱的信仰来对话啊。无论伫迄个时阵的基督徒，还是即摆的基督徒，咱甲信仰对话的时阵，咱会开始看咱的信仰到底要对咱讲啥。伊的结果是要对咱对即个信仰了解是深是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来成做即个结果，即个结果有可能，互咱会当继续坚持跟对耶稣基督。但是即个结果嘛有可能有一天，互咱离开即个信仰。还有另外一种，虽然人有来，但是心中无冷也无烧，有真侪状况。所以每一届咱伫咧领受上帝话语时，上帝话语要成做咱的帮衬啦。当咱面对着苦难的时，咱会想要上帝问一句话，这是真正常的。为什么要互我经历着这一切？这句话一定会出现。咱会希望讲莫发生，咱会想要好好啊活咧。真最完全的人的耶稣，伊嘛安尼讲，伊讲爸啊，你若困，求你将这个杯来摕开啊。但是咱知影。耶稣也是完全的神，伊嘛煞只继续讲，总是毋通照我的意思，着照你的旨意来实现。但是咱伫咧这两种无共款的回答中间，咱就是对头前即个软弱，想要即个顺服来行。但是这条路无简单，是真无简单的一条路。我真介意伫圣经内面约伯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伊安那来面对苦难的故事，帮助咱会当去了解到人是偌尔有限。伫这个故事内面，互我有3项代志是印象真深的。第一是伊有3个朋友来找伊，因用7天的时间安静陪伴伊面对苦难，亲像咱同款。但伫第8天，因就开始想要对约伯讲。你为什么会拄到这个状况？你所拄到苦难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互我印象真深的是故事的最后，上帝对约伯讲，伊的这3个朋友，因对上帝的认办拢是错误的。就算因讲啊真有道理，却无比约伯更较了解上帝。第三个，上帝回答约伯，伊想要知影为什么会拄到这一切。但是上帝的回答却是互伊看到上帝本身所创造的一切。咱会真想要知影为什么我会经历到这一切。当咱不断的一直问落去的时候，咱一定会发现找不到答案。佮记得伫我高中的时阵，开始参与伫主日学，开始咧教小朋友因了解圣经的故事的时阵，
内面有一个幼稚园，幼稚园大班是一个会问最危险问题的年纪的时阵，伊就听我咧讲创造世间的故事，上帝安怎创造？这个问题我嘛看过，有人问过老牧师，就是讲为什么圣经内面无写上帝创造恐龙啊？恐龙，伊阁煞一问，上帝伊为什么要创造恐龙啊？这我已经袂记哩，我迄时安怎回答呀？迄时阵，这个问题真困难回答。毋过我即摆已经知影要安怎回答啊。就是我会甲伊讲吼，小朋友，你等者去找老牧师吼。有主任牧师真好吼，使互主任牧师就好啊。真诶，因为即个问题真深，对毋对？你要甲伊解说圣经，佮无同讲，你就会当讲上帝为诶意思。但是事实上，咱会发现圣经无去回答咱人所问的所有的问题。当咱更加了解上帝的话的时阵，咱佫会明白讲，伊其实已经有讲咱必须知影的代志啊。什么是咱必须知影的代志？就是咱人是对倒位来的啊？咱的一生活的意义是啥物？以及咱的一生行到一个所在，看起来咱结束的时阵，佫有另外一个所在，咱要去。上时咱继续看圣经的时，咱也会看见着，原来这本册伊要讲的重点，真大的重点是上帝听咱，以及上帝怎样拯救的记载啊。上帝话，我毋是要回答咱所有提出的问题，伊是要甲咱讲，上帝为咱备办面对苦难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对甲咱同在。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希伯来书2章18节，伊写讲，因为伊家己有受苦、受考验，伊会当帮助遐个受试探的人。伫顶礼拜，咱做伙伫主日中嘛共款有读到一个经节，伫马太福音第1章23节讲，你看，在死女为怀孕生囝，伊名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同在。耶稣是上帝甲咱同在的记号啊！上帝让耶稣来到世上，咱也接着明白耶稣，经验着伊，来明白着上帝伊拯救的计划到底是啥物。伊阁赐保惠师圣灵带伫咱的心内，提醒咱，并且留润咱的心。耶稣接着真侪人。理解咱所有的苦难，佮经验着人的苦难，最后为着要帮助咱脱离这个苦难，伊就行死亡，赢过死亡，互咱佮知影，咱毋免惊遐。所以咱的神会用将做咱的帮助，是因为伊捌咱，佮听咱，并且甲咱同在。互咱接着不断的军队，瓦克三位体性，咱对同在的内面，得到会当面对苦难的能力。这个能力有可能有通是互咱光荣壮大，有通是安慰咱忧伤的心灵，有时互咱有毋望会当继续向前行，有通是提醒咱离开试探，有时互咱有疼人。甲受疼的能力，咱知影主一直甲咱同在，但咱爱问另外一个问题，更较重要的是，咱有甲伊同在吗？咱会当思考看卖，做一个基督徒，咱常常会想着三位一体上帝的时刻是啥物时阵？我的看法是礼拜，因为伫遮哩。主角就是上主。第二聚会可能是拜一到拜六，有可能伫读经中，有可能是真成功的时阵，你献上感谢；有可能是真失败的时阵，你祈求帮助；有可能是面对死亡的时阵。但常常是啥物时阵？我想是食饭的时阵，因为食饭咱有习惯祈祷嘛。伫咱的一天内面，大部分的时间到底有偌侪时间是去想着咱的神？
可能是只有拄着困难，也是特别的场所，咱才会想到将上主放伫咱空间、时间心中的头一位。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条经节，我想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实的经节，伊的内容咱应该有看过，无至少一届、两届以上啊。当我咧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阵，我伫咧思考，遐个咱已经知影的代志，伫过去也真做咱信仰顶面的帮站。安尼，这段经节伫咱的信仰道路顶面，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是现在过去式，或过去完成式，还是现在进行式？咱会当思考看卖，这项代志已经真做古早的代志，还是即摆犹原只爱经文也搁咧甲你同在提醒咱？我咧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阵，有一通电话真做我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电话卡来讲一句话，叫做天气冷啊，衫就加穿挂。这个电话是对阮老爸遐卡过来，简单讲几句话，就确定我有活咧，还佫活了好好，电话就挂断啊。查甫甲查甫讲话拢出底嘛，毋知有啥物。其实伫几礼拜前，我接到这通电话的话我会感觉真烦，你知无？因为你已经30几岁啊，你较毋知影天气冷爱加穿外衫，敢毋是？对毋对？若是爸母甲恁讲这，恁会烦嘛？咱会毋知这个道理。但是伫今年的12月21号，上帝用伊的方法甲我教示，甲我教示。我想，做老爸的人，做家长的人，应该马上就当了解即句话伊的意思到底要讲啥。就是天气冷，衫就加穿挂。伊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我的老爸伊要甲我讲，伊爱我，伊想我，伊爱我，佮想我。所以伫今年我才清楚明白一项事，就是原来我伫31岁12月20号进前，其实我无孝顺啦。我知影做一个好人的标准，但是讲我真正了解爸母因的想法，佮会当了解因做这个代志，佮感谢因。其实有当时心内有真侪话是无好的，敢毋是？因为咱还未到迄个时阵，什么时阵？我还未到阮老爸过身的时阵啊。所以我袂晓珍惜，佮袂晓知影做老爸其实想要讲的话是啥物。我要讲这个意思是啥物？老爸老母也是讲厝内面的疼，将来拢毋是过去完成时，敢毋是？是不断的、一直发生的代志，现在嘛咧进行。所以今仔日咱谈即句话、即段经节的时阵，我相信伊毋是咱信仰过去的事，是咱信仰即摆的事，也是未来要面对的事，要提醒咱的。伊是新的，也是我的。伊要甲咱讲，咱已经真做上帝的囝儿，咱彼此甲彼此之间也真做兄弟姊妹，咱甲主真做一家人。这个代志的发生，是伫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每一个时刻。所以，当这个经节伫今年要结束的时阵，来对咱讲话时，我想伫新的一冬，咱会当不断搁继续思考，咱有继续伫信仰的道路来靠近上主吗？还是咱已经感觉伊甲伊的关系袂歹啊，就安尼就好？我想咱不断爱努力，因为人总是无法度真正完全了解主的心意。但是咱学习谦卑顺服，就亲像我无了解阮老爸迄句话意思，但是我即摆了解啊。但是可能我阁有真侪无了解的代志，爱等有可能一天我有生囝的时阵，我才了解原来伊是我尔啊包容我，我尔啊疼我。期待咱对已经习惯向前来看，嘛会当合适调整眼光，转甲咱同在陪伴咱，伫咱身躯边，甲咱同在的心上。
愿咱准备减新的一档的时，这个同在，真对提醒以外，也互咱有能力面对无共款阶段的苦难。愿主的话真做咱的帮衬，也真做咱新的一档向前的开力。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很感谢你，因为你使你的独生囝，佮使保惠师，互阮会当真正感受到同在意义，也会当知影阮的人生已经得到你恩典的拯救。愿主，你伫阮新的一档的中间，也互阮会当有更较侪军队你的智慧、甲快乐、甲顺服，互阮会当哪能哪亲像你所教示阮的。也哪能真做家己甲别人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欢迎上帝教师搁一摆来吟圣诗第308首，愿要唱歌来学乐。我们去过来和乐，和乐兄弟奇妙一条。我们去过来和乐，和乐兄弟奇情一妙。我们去过来和乐，和乐家所把比。我们去过来和乐，和乐家所尊贵名，对其存来所在的高兴来大海，我们去过不浪灾，以我红星的出海，以黑信息高万代。我们去过不浪灾，我们去过来和乐，和乐心情紧密内调。我们去过来和乐，和乐心心我灵的妙。我们去过来和乐，和乐三位一体兄弟。我们去过来和乐，和乐专领专的兄弟。立即出来所在的高进来大海，我们去过。浪塞，你我心情的出海，也信息高万代，我们去过不浪塞。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
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咱即礼拜拜三，因为12月31吼，所以咱圣经学堂休困一摆欢迎咱来到伫教会中间来参加迄个跨年祈祷会吼。今仔日咱也有会籍来转接是杨章玉兄弟甲刘冠霖牧师吼因对富强教会转接到伫咱中间吼。好，搁来咱今仔日下晡3点到5点，咱的夫妻小组甲家庭团契会做伙踮伫玛雅各公园来举办迄个圣诞的活动，圣诞老人来运动吼，所以欢迎咱下晡3点到5点，若是咱大家有闲会当做伙到伫玛雅各青年公园遐，咱会当踮伫遐做伙有一个活动吼。好，搁来即礼拜拜三，就是今年最后一日，咱共款暗时11点。踮伫大礼拜堂会举行跨年祈祷会，所以嘛欢迎咱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到伫教会中间来参与。好1月初1拜4，咱就国定假日会休困一摆吼。好搁来第4项后周是部会周，所以嘛请咱的部长来调集开会。咱踮伫1月11第2堂礼拜后来调开中集会，所以嘛请咱会当注意遮个时间。好过去的部分吼有报告，就是咱若是今年度奉献的兄弟姊妹，咱会奉献到今仔日截止吼，所以嘛请咱会当来注意这个部分。好财务部会踮伫1月初4甲1月11两个主日来进行过去的检校吼，所以嘛请咱的团契同工来备办这个资料。好咱的第一学期奖助金已经升学完成，所以嘛。你的名踮伫遮的部分吼嘛，请咱用先这边来提吼。好过来应该教育部有一个报告对无？教育部有迄个完成今年度读经计划的迄个报告吼。你若是有完成今年度读经计划表，会当到办公室来提迄个奖品。听讲今年的奖品足厉害，所以欢迎咱若是有完成的，当到伫办公室迄边来提吼。好，过来2项集体关怀的消息。咱已经踮伫12月23为着寿庆节来举办个别礼拜所以今仔日家燕玉珍因嘛踮伫咱中间请因起立咱也继续为着因这个家庭来关心甲代祷吼。好，请咱继续为着寿庆节的家族来代祷。好，请坐。过来第2项，昨咱嘛踮伫遮替元宇甲李允来举行迄个结婚感恩礼拜吼。苏美姐甲德荣兄。爸爸妈妈先来吼，咱特别甲因恭喜愿上帝祝福踮伫因的家族中间吼。好，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吼。老爸来吟祝福册刻的诗歌，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请无需要安祝祷。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甘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脚步过，假使我坚强欠你是正，让我大志遵守你诫命，予我黑暗中做光明，对罪人煞是要给人，这是我人生必责望。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